在寮國，你看到這吼，因就是進前啊，去窟仔內底找黃金的人啊，但是一入去了，煞撞到大雨崩山哦，這個出口規個用去關起來，已經經過一禮拜。你看到大家遮歡喜，是因為去來內底人救出來啊，當然非常歡喜。但是剛才找到5個人，也叫2個人也未找到的。ได้มาเจอ5 คนลาวแล้วนะครับทุกคนปลอดภัยดีนะครับเดี๋ยวเราจะทำการช่วยเหลือต่อไปนะครับ 中建天日的時，一家人有夠歡喜，咱做伙有個人擋袂牢，就咧哭出來。原來互人救出來5個人，頂禮拜入去寮國，賽送本省一個當要找黃金，想要到落大雨崩山，總共7個人掉入內底，足足一禮拜攏無消息，還有2個人也未找到。搜救人員真無簡單，想要扔入去這個較細孔的洞，過程非常的驚險。因為2時開始救人，因為這個洞穴環境真複雜，加上落大雨佮崩山，真困難。ชื่ออะไรครับชื่อมืดนะครับอาการเป็นไงบ้างครับอาการตอนนี้หิวข้าวมากไม่มีแรงเลยโอเคแล้วมีเจ็บป่วยอะไรไหม搜救人員伊確認這個民眾的身體狀況，特別錄影記錄這個中建天日的瞬間。มีคนร้องไห้แล้วร้องทุกคนใช่ไหม？有一個泰國志工團體嘛加入這擺救人行動，這個團體其中有一個唱水的人員，就捌參加過2018年泰國北部清萊府水美人洞的救人行動。當年12個查甫囡仔甲因的骹球教練掉入洞穴，17天後攏互救出來，即馬嘛變成寮國搜救行動中真重要的助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